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2年9月12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94篇，耶利米书第5章第1节到17节，提摩太前书第1章18节到27节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征战，好的征战。人的一生不断有征战。有一生有无停止的选择，就亲像咱前礼拜主日的信息牧师所分享的，俗语咧讲盖棺论定啦吼，意思是讲人生人的一生咧，必须要到结束的时阵是无结局的啦吼。有真侪时阵，咱伫基督徒的壮礼中间，咱会引用这个提摩太前书第1章18节到20节的经文，安尼讲：我的囝提摩太啊，根据较早有关你的预言，我将这个命令托付互你。这话是要做你伫战场相战一个真正好的征战的武器。爱持守伫信仰清白的良知，有人无听家己的良知，因此因的信仰就着答。其中有苏米乃甲亚历山大，我已经将因交互撒旦的手中，互因所学的袂阁再诽谤上帝。如果人生是一场战争的时阵，咱毋茫咱家己伫一个战争顶悬内面，拢是一个得胜者。对今年2月24开始，苏俄侵略这个乌克兰，到今已经超过半年。最近的战况显示出来，这个苏俄伊目前一节一节咧败退。虽然这个战争一点都拢无水，但是慢慢咱看伫这个规个战争的过程的中间，就慢慢看到美丽的结果就要来出现，就是迄个恶霸的强权渐渐来败落。乌克兰伫总统泽连斯基的领导的下面，全国拢总。还是讲大多数的人民，拢真正真奋斗的相战，对抗强权的侵入这种的对抗侵略已经是全面化，渐渐伫安尼战争进入伫迄个美好的结果，虽然是真正辛苦的过程。但是因为因有信心来面对这个强敌，就得到大多数西方国家的认同甲支持，特别是伫武器顶悬。因为安尼，苏俄的侵略就慢慢互人来反转。基督徒的性命都爱倚靠上帝，因为咱都爱需要去亲近上帝。毋通有迄种妥协主义，毋通唱衰家己，因为安尼的战争是赢袂起来，无法度赢吼。搁较毋是一个美好的战争。伫耶利米先知的时代，耶路撒冷的人因选择对上帝无忠实，违背上帝，因敬拜偶像。耶利米讲：耶路撒冷人走遍恁的大街小巷，到处详细来观察，去到伫市场来敲找，看是毋是会当找到一个正直忠诚的人。恁找得，上主就要饶赦耶路撒冷。恁自称敬畏上主，其实却是心非。上帝的确伫敲找忠实的人，恁受到伊的打击，伊袂插恁，处罚恁，恁无受教，
恁固执，毋肯离开罪恶。以色列人无忠实，这是经文的记载。如果以色列人有忠实，那呢，上帝就会赦免以色列人。正像亚伯拉罕会伫啦路德所住的城市索多玛、俄摩拉，亚伯拉罕为着因来求情共款，上帝同意照顾的以上的义人，上帝就无搁再毁灭这两个城，但是找袂到，因的生活的战场是战败的。耶利米先知批评因讲，所以我想，因只是丧向无知的人，因袂晓得上帝的道路，因毋知影上帝的法则。我要找因的领袖来理论，因一定袂晓得上主的道路，一定知上帝的法则，但是因拢否认上帝的权威，毋肯顺服伊。因为安尼，亲像所讲索多玛甲俄摩拉的情形一样，就去互上帝的受气来甲伊毁灭啦。圣经佮讲，因上主问家己：我何必赦免我的子民的罪过？伊已经背离我去祭拜百姓，我要互因食饱，因却食饱来乌白想。因规群去找娼妓，因亲像饲肥的野马，情有真旺，真贪恋别人的某。我无应该为着这个代志来处罚因吗？我无应该将这种的国家来报复吗？我要调敌人来毁坏我子民的葡萄园，只不过是无彻底，互因来摧毁。我要将因斩掉葡萄的话，因为这个话已经无属伫我。以色列人甲犹太人拢总来背叛我，我上主是安尼宣布啊！怎样才是美好的战争呢？有人讲妥协，也是亲像圣经教示爱军队呢？基督徒当然爱选择军队上帝的脚迹，但是若准咱拄着性命、拄着困难的时阵，是毋是还阁会承认咱的上帝？愿意军队上帝呢？上主的子民无承认因，伊先讲事实上，上主无干涉阮。阮袂抵到遭受灾害，袂拄着战争，也是饥荒。因又搁讲，先知不过咧讲空话，因并无有上主的信息。这种的讲法，就是互家己有离开上帝的理由。但是基督徒的一生必须要活出好的见证。爱征战一场美好的征战，来表明咱是属上帝的。今仔日的经文诗篇94篇，因为较长，则请兄弟家己来读，咱做来祈祷。阮是得到福气的，因为阮得到上帝的救恩，也领受上帝的呼召。伫阮的一生的中间，我靠上帝来征战一场美好的征战。感谢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